那祝大家平安健康快樂。那我相信這個世間的很多每日很多問題，這個對付，這個對戰，這個上係對到未黑未弱未知道冇辦法。但係我係講隆重姊妹談，還有一個希望在上帝裡面。以賽亞書40:29節樣講到，佢本是個力量，增加本黑撒精神，那你未黑未弱。上帝能夠增加本你精神，佢本你力量，阿撒切家而相信佢，而依靠佢。耶利米亞17:7節咁樣講到，依靠上帝嘅人，特別嘅盼望在上帝裡面嘅人，一天得一個福氣。嗱，這樣即家係講黑弱冇辦法冇路行，煩惱過度，即家嘅盼望，即家嘅力量。天下而依靠上帝裡面，佢本是個新嘅精神，一個新嘅力量，一個新嘅盼望，係講自家天下依靠佢，佢祝福自家，帶自家嘅心理，帶自家得到一個恩典，帶自家得到一個利息，所以永遠自家天下而依靠上帝，佢樣能夠本個新嘅力量，佢樣能夠本個新嘅精神，我相信自家係要用謙卑嘅心。依靠佢嚟講，自家弱之時，自家冇辦法之時，佢能夠祝福自家。阿門。